主席，感謝林筱魯議員提出今次嘅提案。我同新世聯一直都非常關注長者嘅福祉同埋安老嘅服務，亦都有唔少嘅服務咧係針對居家安老嘅長者。體會到咧一啲住喺舊樓啦，或者係分散喺新界鄉村同埋舊區嘅長者，佢哋嘅支援咧係相對比較少。而透過服務呢班長者嘅過程當中咧，我亦都發現社區入邊有唔少獨居嘅長者，甚至係隱蔽長者。佢哋往往咧因為行動不便啦，缺乏社交同埋資訊，令到佢哋得到嘅支援咧係更加少嘅。隨住香港咧係邁向超高齡化嘅社會，我建議長者住屋嘅政策咧係應該由被動發現有需要嘅長者，而轉向主動建立方便服務長者嘅社區環境，透過集中啦同埋規劃，減少機構要尋找長者個案嘅時間，將資源咧係真正用喺照顧佢哋嘅身上，令專業嘅支援咧係更高效到位。事實上咧，而家有唔少值得借鑑嘅實踐經驗。以北區為例，雍城苑嘅長者住屋以及係樂領都會項目嘅長者安居樂計劃，都係透過聚集長者喺同一個地方入邊居住，提供集中到位嘅支援。雍城苑咧係房委會曾經推出嘅長者住屋項目之一，有超過100個單位。但係因為早年咧長者傾向係選擇獨立嘅公屋單位，因此咧房委會喺2000年起咧就已經停止咗去興建長者住屋。呢一種嘅長者住屋咧有方便長者嘅設施，更重要嘅係咧佢哋提供社監嘅服務，照顧長者嘅需要，同時咧亦都係提供共用嘅設施，令到長者咧係有社交嘅機會。咁佢哋可以透過鄰里嘅互助啦，建立一個幸福和諧嘅環境。而政府亦都推出啦長者安居樂嘅計劃啦，係更加注重以長者為本嘅綜合性社區嘅規劃，配備無障礙嘅設施之外咧，更加有健康支援同埋銜接社區照顧嘅服務。而位於粉嶺百和路嘅樂領都會咧，係全香港首個獲長者友善樓宇認證嘅項目，提供咗咧係約260個長者友善嘅單位，同埋50多個嘅宿位嘅安老院舍。項目咧係設計值得係肯定嘅，但係單靠一個嘅項目，幾百個嘅單位，相對於全港咧而家喺度高速增長嘅長者人口，仍然咧係杯水車薪。所以咧，我係建議政府係重新審視並且係活化長者住屋計劃，同時咧亦都係複製更多成功嘅長者房屋項目。另外，即使有幾好嘅長者房屋項目，最重要咧都係長者要清楚知識呢啲唔同嘅方案。目前咧資訊咧係比較零散，長者咧要聯同屋企人啦係逐一查詢唔同嘅部門同埋係機構，咁容易混亂啦，並且係會錯失呢啲嘅機會。所以我建議政府咧係建立一站式嘅平台，集中整合各機構嘅房屋政策同埋申請嘅資訊，亦都安排專員咧係解答長者嘅疑問。長者可以根據佢哋自身嘅經濟能力啦、健康狀況同埋生活偏好等等，係選擇合適自己嘅居住安排，確保唔同背景嘅長者咧都可以便捷咁樣獲取資訊，提升生活嘅質素。另外，北都不單止係經濟嘅新引擎，更加可以成為社會創新同民生改善嘅示範區。我建議咧喺北部都會區嘅規劃中咧，亦都係建設融合居住、服務同埋社區嘅綜合性長者生活圈，令到長者咧係獲得妥善嘅照顧，令到佢哋可以有尊嚴咁咧係安享晚年。多謝主席，我謹此陳辭，支持議案同埋修正案。